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……我叫苏雅小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叫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问到的。哎呀，段飞哥，你别走嘛！没什么事，快说。没事就不能找你了。是啊。我就是想你了。无聊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，我这次是真有事儿。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我遇上麻烦了，你必须得帮我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正在上班呢。我是真遇上麻烦了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随意。不是，你要帮我，我是真你。段飞哥，既然我们都这样了，是不是代表你同意了？你说吧，你想干嘛？我开车。走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快点把剪刀给我，把剪子给我，走，跟我去办公室。快点，去办公室。我都已经练了好久了，怎么还是赢不了你？因为你笨啊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给我等着，哼！拜拜。我有急事，我要走了。你怎么又要走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那你先把假发摘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档案馆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带着个口红印就回家，连遮都不遮一下啊！说我们好歹也是夫妻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我现在想想就一肚子气。男人怎么没一个好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剪照片是件很没有道德的事情？我很需要那张照片。你需要它就要捡走它吗？这张照片都20多年了，它是有历史价值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需要照片就来我们这里捡，那我们资料馆还开不开了？你跟他说，我害怕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他哥哥。你们两兄弟长得差距也太……哎，算了，你们快走吧，以后可不要这样了。谢谢阿姨。都几点了？早就该下班了，真是的。谢谢啊。
等一下，美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借点钱来花花。我们没钱。没钱？没钱，我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报警了。快点，把钱拿出来吧。拿钱，快点。你谁呀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别谢我啊，应该的。小九，哎，大嫂，以后对我老大好一点。好。林总，我先送你们回家。什么情况？嗯，你指使的？不说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走。